今晚我哋有三個好重要嘅議題同大家拆解一下。最近市場出現咗一個好有趣嘅現象，咁就係黃金同原油一齊升。呢兩樣嘢正常嚟講係負相關或者係低相關性嘅，但係而家竟然同步上揚。究竟邊邊係錯定係兩邊都冇錯？咁另外，輝達同埋6間頂級金融機構搞咗個5000億美元嘅融資大計劃，呢件事係利好定係利空？最後我會教大家一個好實用嘅資產配置框架，就係槓鈴策略，專門應對呢啲極端市況。咁我哋首先嚟講下金油齊升，邊邊錯？核心觀察係咩呢？就係黃金同埋原油通常係負相關或者低相關嘅，但係近期兩者都係同步上揚緊，反映市場邏輯喺度分化緊。先講黃金點升法啦。全球央行持續增持黃金儲備，呢個係結構性嘅需求。其次啦，地緣政治避險需求升溫，世界唔太平，資金自然就走避險方向。市場對聯儲局降息預期升溫，減息利好零息資產，黃金就係最典型嘅零息資產。實際利率下行，持有黃金嘅機會成本降低咗。咁再嚟講下原油啦，霍爾木茲海峽航運嘅恢復前景係唔明朗嘅，中東局勢仍然係緊張。咁更加關鍵嘅係美國戰略石油儲備，即係 SPR 已經跌到咗1983年以嚟最低，8月份減少咗610萬桶，而家淨係剩低2.987億桶。意思就係行政部門平抑油價嘅彈藥已經快要用晒啦。咁油價衝擊由可以對沖變成咗不可對沖。結論係咩呢？就冇話邊邊錯，而係不同驅動力同時作用。黃金定價係貨幣貶值加避險加降息預期，咁原油定價就係供給衝擊加地緣風險加庫存枯竭。咁兩者背後嘅宏觀因子根本都唔同，同步上升並唔係自相矛盾。咁都要留意返一個數據，就係 CME FedWatch 顯示9月維持不變嘅機率係48.8%，而累計加息25個基點嘅機率首次突破咗50%，達到咗51.2%。都嚟總結一下輝達呢個部分，都有正面因素同埋負面以及不確定因素，大家都可以簡單睇一下。但係美國銀行都列出咗5大風險同埋保留意見，呢5點大家可以簡單睇一下。咁市場反應方面呢，消息公佈當日8月10號，輝達收跌2.8%落。咁美國銀行認為呢個係利多密集日嘅跡象，信息量高於利多本身。市場定價嘅係供應商幫客戶揾錢買貨，而唔係單純嘅需求增長。銀行嘅研報就講咗一句好精闢嘅説話，意思就係負擔由融資聯合體承擔，唔係輝達嘅資產負債表上面。咁就同大家講一下呢個美國銀行研報嘅3大核心論點啦。第一就係輝達擔保嘅係資產質量，唔係債務本身。第二就係延長 AI 建設嘅跑道。第三就係合作融資，淨係佔自由資金流嘅大約15%。咁嚟到咗第3個議題，亦都係今晚最實用嘅部分，就係槓鈴策略嘅教學。佢嘅核心主張就係將資產配置喺極端安全同埋極端投機兩端，避開咗中間嗰個中等風險同埋中等收益嘅陷阱。兩端配置邏輯，
一端就係防禦端，咁就有短期高評級債券同埋現金及等價物同埋實物黃金，仲有高股息低波動資產。另一端嘅進攻端就有深度價外期權，可以去以小博大。第二就係結構性增長主題，第三就係事件驅動型嘅機會，最尾就係高波動嘅錯殺標的。呢個策略嘅核心原則就係佢唔係一半保守一半進取嘅簡單平均，佢係將風險集中於兩端，消除咗中間地帶嘅隱性風險。咁最後都照例讀一下免責聲明。本資訊僅供閣下作一般參考之用途，並無考慮個別人士嘅投資目標、財務狀況及特別需要，唔構成任何類型或形式嘅邀約以及邀請嘅遊說、招攬、推廣、引誘、聲明保證，亦唔構成買賣或出售本資訊內所述任何證券、金融產品或工具嘅任何意見或建議。閣下喺作出投資財務決策或購買任何投資產品之前，應尋求獨立嘅專業意見。此操作所產生嘅一切損失，本機構概不承擔任何責任。好啦，咁今晚嘅節目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睇。記住喺極端市況入邊唔好做中間人，要識得用槓鈴策略保護自己。我哋下次再見。